先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民众到嘉义西区的夜市来食烘肉，想袂到嘛是安尼熊熊导火烧起来。啊，头家惊一个硬气，竟然是摕卫生纸要来拍火，结果是兄茶天火道，这个火是愈烧愈旺，搁差一点烧着手，是有民众赶紧摕饮料来破火，才控制着火势。消防队讲，若拄到这类的状况，爱先甲开关甲关掉，或者是用淡薄仔来抗火，安尼就会当顺利甲火拍化。太危险了！火炉架骹一直闪火光，刀啊熊熊烧起来。用餐用到一半，煞熊熊出状况，业者真惊兄摕卫生纸要来灭火，火毋若无花，手煞险啊着伤。只是有人真冷静，摕饮料来破，甲火势控制掉。这款的用餐方式，伫咧夜市啊是真时尚，消费者拢真介意。经过了解，通常业者拢是甲1桶到4桶接几落条管，互细型的火炉使用。即个意外，其他业者就判断有可能是火炉伤久无换新，也是消费者无细力去叮当着管线来引起。PVC 软管在长时间的高温接触之下，硬化之后，有可能瓦斯就会有泄漏的情形。如果再遇到火源，就会发生燃烧起火。食火锅食到烧起来。这款代志其实嘛毋是头一届。伫咧屏东东港的一间餐厅，伫咧母亲节就传出有人客火锅起火，菜色盘全变做烘菜色，加在有人客特别火起来救援。不过食到一半，若是真正起火，应该爱安怎做咧？应该立即关闭瓦斯炉具或者瓦斯桶的一个开关，把毛巾或者抹布弄湿的情况下给予覆盖。莫着急，莫惊吓，照消防队提供的方法来做，才是上有效，较免世界能无放假赛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